嘛大家拢叫我招来阿嬷，甲我问者，要问啊呐？问讲我嫁还是我？有交男朋友无？嘿啦，奇怪，你问伊甲问我哪会差济啊？哎，你个人安尼唔对呢，你做主持的做安尼哦，要问你爱问共款呢，赢我几个，你搁讲咧，你笑我。为山，为水，为玲珑。欢迎节目主持人凤恰恰。我想偷听，大家是非拢分明。感谢，非常的感谢。缘投。本人真正缘投。对啊，本人比相片甲电视拢好啊。本人比相片较我你讲，你才当时看我相片掉伫个，迄足恐怖的代志啊！各位亲爱的咱全球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这场气质电视台公共电视台上好看节目《为山为水为玲珑》来讲台语世界通。我是咱大家好主编凤恰恰。今仔日心情无共款，哎呦，因为有我的时大在现场。哎呦，时大，时大，哦，碰个时大无简单人的时大啦，好啊，是无真的简单。真的真的，袂看咱大汉，看会，哎呦，喂，哎呦，哎，安尼啊歹势挂号。哎呦，敢讲是纯正信函，喂，我袂讲，敢讲是要来讨钱。喂，这是台南一位柯志祥先生写来公共电视台，请专主持人彭恰恰。哇，这节目做3个月，第8收到批。哇，我念啊，大家参考者。哦，真好真好。名主持人也歹势咧吼，歹势是我家己加啦吼。名主碰过你好，感谢你伫个百忙当中拨时间看我的批。伫个2月13播出的《为山为水为玲珑》当中，最后的迄首诗叫做《牵手情》。伊讲我伫节目中有讲，这首敢若歌词会当谱做曲。伫咧过来年前，伊写好一个谱，甲这台歌倒起来。希望我啦吼，该指导一个唔敢。哎呦，好，来祝你欢喜。好，来观众柯志祥，伊真正写做歌呢。哇，佫有写简谱的吼。我来唱啊，我来唱。你唱。本节目目前第1名，你慢那个无？真正会写吼。林刚确实在感谢你吼，林刚有机会啊，我会甲改了，改做我的名甲袂掉。哎，别当安尼啦，嘿，讲笑啦，感谢这位朋友。但是一个节目要成功，除了来宾以外，重要紧的是台语文的宣教。欢迎邓安珠老师。为山为水为玲珑，欢喜唱歌游四方。大家好，我是安祖老师，欢迎收看咱的节目。大家成功就是我上大的快乐。说得好，欢喜唱歌游四方。哇，今仔日幸福啊，是你到手平时可能是本节目有史以来年会上多的。是，哎，我真正足感动的呢。哎，因为从细汉我一下课，我就守伫电视的，一直在看鸟阿嬷甲13姨。叫他别唔好，你也叫他别去到位。所以迄是我一段足珍惜的记忆啦，对啦。所以台湾人嘛，受人尊重啊吼，所以特别介绍进前呢，小姐先。见到拢用这招。本节目是安尼，这对你来讲无困难啦，用台语自我介绍，请。大家好，我是单淑萍。就单淑萍是不是讲这名都有问题啊？老师，人讲啊，足对当啊，你通人怀疑啦。因为我怀疑讲你读过嫖啦，漂是另外一字啦。水漂阮啊咧食的水漂，无共，而且是平。萍萍对吧？歹势，你对，请继续。最近出了新的专辑，叫做《人生一转眼》。人生一转眼，人生一转眼之间，后壁已经足侪岁啊。人生一转眼，我熟悉你阵了个囡仔屁对，啊，
我拢甲碰哥当做我的爸爸共款。哇，我囡仔大家叫我碰爸，对啊，包括什么彭顺杰啦、孙淑美啦对，拢叫我碰爸，你们叫我碰爸嘛？碰爸，这囡仔爸 K 杯，对不是？你咱无共个节目，这是较早真正做囡仔开始比赛。对哦看伊大汉的，哎呀，最阵看到囡仔就感觉足水啊！迄几年前的代志啊，哦，哦迄是20几年前哦，迄个新人歌唱排只有行榜。 23年啊。差不多。哇，啊你，我自细啊你汉看碰爸，大汉看到即马重点是迄阵你几岁？ 12岁。咱算得出来，算得出来啊！阿姊，我英文叫你对不对？英文拢叫你笑的，有男朋友无？无，那这水奈无啦。对啊，哎，那袂够。那袂讲。大家男士朋友若讲迄个会使追求，哈，看个小姐，看就是这接回来，而且接，马上接起来，哎，接回来。啊，这位使人尊重的先辈，哎呦，哎，谢谢谢谢。我理论上爱叫你阿母啦，哈。哎，谢谢。哎呦，阿囝，啊，我安尼你也想你，阿嘛想你，想到我安尼散机落叶啊。哎呦，即摆阿母，哎即摆是你自我介绍的时阵，哎，各位亲爱的即摆毋是咧选地，毋是选地放较自然。哈，各位亲爱的老同师、老兄弟啊，啊，今仔日呢，我叫做吴敏，要毋过今呢，仔叫吴敏啊，明仔叫吴小敏，是，我叫做吴敏啊。是啦。啊，毋过即摆大家拢叫我鸟来啊嘛，啊嘛有人问我讲我姓鸟哟，我毋是姓鸟啦，我姓吴啦。哎，咱讲实在吼，真欢喜今仔来参加遮尔啊有气质的这个节目。无这无啥气势。有啦，咱讲实在吼，制作人吼真好打，吼做即款的节目吼，要互大家来学台语，咱家己的本土的语言，对无吼？今仔敢代表文化部来咧宣传，对啊，不行的咧，无啦，你唔甲我问者，我免问啊呐。你自我介绍就我问哦毋。是啦，你嘛爱甲我问讲我几岁毋是啊，莫问几岁，问讲我嫁还是讲。有交男朋友无？嘿啦，啊，即阵有男朋友无？奇怪，你问伊甲问我，哪会差济啊？哎，你个人安尼毋对呢，你做主持的做安尼哦，啊，对无？要问你爱问共款呢，问迄什么话啊你啊？较问就要问我几岁？赢我几个？你我讲了，你信吗？对无？这很快啊，使一口。被加标咧啊，阿妈，重点来啊，使恁一壳，迄毋是什么歹话，迄无歹话啊是招来嘛特色。什么壁你我面咧站咧壁三工熬袂出来。上面念咧壁三角不出来，你要规拍面一摆无？哈，我咧使你一壳咧，你母较好，你赢我几咧？我咧站咧壁三工，互你熬袂出来，你试过嘛？哎，有人看无啊？哈，听下讲，我来念咩？我想要甲录这手机铃声呢，起床啊，起床，起床听这来。是，使恁一壳是要安其实吼，使你一壳毋是歹话请啦，解说哎呦，你通写无？爱徛出来嘛，来写好了，写。其实我咧讲啊你，有写伊无？毋是我正讲互你听啦。我互你讲，即个吼嗯，老师嗯，使你一壳，即个壳吼是海边仔人啊嗯。哦，讨海的时阵，伊拢会派一个壳仔壳伫边啊。嗯哼，啊，今仔出去讨海转啊，哇，掠无半尾也是啥？啊，我咧使你一壳，是这个用意啦。修行无好啦，嘿啦，啊，麻烦你写者好无？壳哦，壳我不要写不，是，就你想对字写看试看嘛？你想的壳是对字，壳啊，啊，你写啊？壳怎么写？嘿啦，你想要写字字哦？嘿啦，这句啊，这毋是壳啊。不是壳啦，但是使恁一壳是毋是字字，其实毋是字字啦。多一壳。对一壳我跟你讲哦，对一壳我嘛袂晓。老师，这个做的对不对？对，对哦，应该是所以这字头卡，哦，对啊，这顶头垂细细的啊，爱较大大。对应该是这卡。哦，哇所以是塞一卡，哦，哦，使你一卡，
好，你看，哇，嘿那你在哪？人个满地迄米嘛是安尼刻。哎，对对对满地啊对，满地一个竹篓掠鱼子安尼啊，啦。用满地都嘛安尼。哎呀哎呀哎呀！感謝老師。谢谢老师，谢谢，好，来了哈，谢谢。來，今仔日台語的程度來考一個較困難的。哎呦，哎呦哎呦，大家用足困难的。有简单过吗？不，都是该简单。今仔這你別使怪我，今仔這愛怪老師。哎，我嘛今日講，這是要怎處理啊？什麼叫做落音、录音，清音、哎，清音甲落音？老師啊，你嘛說明者。我用一个简单的来比啊，咱是注音符大家拢会。对哦。哎，波波摸波对不对？哎对哦。波波摸波，迄是为最准才开始。咱台语嘛是安尼，波波摸波，波就是落音。所以就是你若个落音足简单，清甲落，你看你的哪后只？嗯，波，你哪会叮当？有毋过你若清音咧，你用波，你读波看觅波，波甲会叮当？无，无，所以就差一只。想讲来，咱简单记一个啦吼，嗯，比，B 吼，这罗马拼音是比，对不对？比啊那波波摸波，咱互你叮当者，共款波伊比，比啊那要用落音咧变做啥？ B 波波摸波波伊比比，哦，安尼比，比就是咱比，哦，而且 B 嘿，所以这个是波，啊这个是波，因为咱 B 华语无落音，咱台语才有落音，哇，哦，所以比就是落音，对。啊，另外一个定用的，咱讲紧来，要死我，金来，紧来，我咧阿妹话啊，今仔日紧，紧来。咱是研讨会哦，进来对啦，研讨会嘿，歌科鹅歌，那你个哪个叮当一个？歌科鹅歌，紧变紧，紧对，音，这个是足多人囡仔拢袂晓讲啊片啊，机车的声，哎银这罗马拼音，会罗马片囡囡仔，啊，对对对对对，音啊，所以足多即马少年家拢会教囡仔变做音囡仔，就差你无这个落音。哦，音啊的清音，音啊，音仔是清音，清音清的，啊啦，囡仔就爱落音，你当摸王家试看卖一下。要想这伤困难，但是这算台语另外一个高深的境界。我说浊音呐，我讲艺小，这袂当讲，耶啊，耶有啦，耶有诶，耶耶，哎，对吧？哎，一柠檬哦，哎呀哎，哎，8千里路有何远？哎，我跟头家行啊，不啊，我说浊音呐，被接下，哎，阿妈，录音，阿妈，你看我无感觉，你手也蒙你声大，才闹那个叮当就变到咩？我说浊音呐，我想无诶，我想无有无？无无有哦，想无，我想无，我想无，我想无，哎，有真啊，哦，这伤困难啊！哎，我个人家都厉害啊。你到即嘛会了解迄意思无？我想到一个我的名单淑平，我说浊音呐，单淑平，平是破音无无清音，我人生一转眼，眼，你家讲我嘛？眼，我说浊音呐，人生一转眼呐，眼，你看你眼，嘿，这个叮当啊。哦，这囡仔掠着机会就宣传伊的唱片，这厉害，眼，而且嘛，大家看节目的伊怎读你？拢安，开始梦即摆大见。家咧厝拢安尼。哎呀，来，我说浊音呐，我讲乐器，哎，乐器，我，这刚刚先有巧吼，随伊掠着迄个美美角啊，哎呦，真正厉害。这不好处理，清音、落音。我说浊音呐，我讲歌吧，
鹅吧，鹅吧，对啊，鹅啊，你们哥遐大啊？我无确定啦，嘿，先往这边去，较有机会对哎，啦。我嘛想呢啊，哎呀，哟，第八城，哎，你这比比的，鹅对哥就对，大家伫找哥的意思。哎，没有用迄个日本迄个罗马拼音来分嘛是会使，比如讲个吉加个个，袂当啊。你讲啥？比如讲个宜兰嘛，哎你用 A E I O U 来导嘛，哎啊，IUL 咧哎，来导。哎哦，我说浊音呐，我讲宜兰，宜兰呐，你就正常讲就好啊。我讲宜兰呐，安就有啊，老师，对啊，鱼啦，安就有鱼，鱼就落音嘛。有，哦这后我多，这今仔看了足侪人会一直怨谈，一正对头啊。你后白讲嘛，实在，你阿嬷实在你。阿妈跟我拢对的。我说浊音呐，我要去武峰，你要买武功买偌济？我要去武峰啦。武无的音嘛，哦，无的音就出来。因头拢用的歌嘛，即摆伊是讲无，哎，你想清楚袂下来呢？我想好啊，清楚啊吼。我说浊音呐，武峰的省议会，武功是伊讲的啊。省议会，省议会，哎呦，这囡仔巧呢，讲头栽尾随接落去，议会啊，伊拢用伊歌伊伫啊，歌最好用的啊。歌做好用，我说浊音呐，我讲无意义，哎，就空气。无意义，无意义，无意义啊！无是无，无伊是歌，义个有啊，嘿，三字的两字落哇，音。这摘录人家都厉害，我说浊音呐，我讲拉牙牙有吧？牙歌牙，伊拢为歌伊去为无来啦，为无啦为无来为来。无，我说浊音呐，我讲我无啦，无讲过啊啦，啊无讲过啊。嘿我讲 A L U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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A A A E E 哎，迄个节我迄个节。没，我讲环美，完美，完美，完美对对。哎，你看人个将才呢，伊是用学历去推的嘿，用拼音的角度啦。我说浊音呐，我上惊牙工，牙个牙嘛是个牙刚嘛是歌，歌的音，牙我说浊音呐，目睭红红，目睭红白嘿，无阿白，无阿白，谁讲嘞？我说浊音呐，尾山尾水尾玲珑，有吧？无啦，有啦，然后被倒玲珑，你后背落你，有吧？老师讲无，无你不是讲你还会不清楚，你还讲无？我唔知老师讲无，我对伊讲的啊。喂，我，你敢问？我说浊音呐，我讲不来去啊。哎，你看，这有时语言就是要经过学习练习啊，不阿姨，不讲白，不讲白啊，已经第三 round 啊，你甲想出来。哎，伊装比你较好呢，你拢想无呢，人已经想出来啊。这唔是咩？你有困你无啦？我说浊音呐，我讲白鸡歌，白个歌，袂个吼，这两个一个无，一个歌嘿。哎厉害呢。我还要先用一个嘴型出来，先用一个不啊 A E I O U 就可以乱一解，你就知影。go，啊个吹你啊！你会今仔个录数拢变啊？等下个交我的气。不啊 ，OK 吧？我说浊音呐，来去荷兰佚佗，荷兰佚佗，荷兰无，荷嘛，啊兰啊，拢无录音。哎呀，大家吹到无先啊。咱找无。我说浊音呐，来去找头稳，头稳，抖稳，刀是刀啊，啊棍是科，无拢无刀棍。无，爸啦，为爸去想啦，为爸去想嘛。我说浊音呐，来食肥肉，来食肥猪吧。我说浊音呐，来去艋舺洗牙吃，艋舺，艋舺，哎呦，搞呢，你拢有。哎，来去艋舺，哎，艋舺，
来去放假看放假，唔通互放假。哎呦，怕，安尼听有无？安尼算起来有3种语言呢。嗯，放假是平埔族的话嘛，嘿大家咱做的吼。啊，放假是日本话嘛，嗯然后放假是咱台语嘛。嘿，嘿，所以呢，来去放假看放假，唔通互放假。莫放假，今仔学到物件真哈，好真好。俗语讲了好。咱是一个上神秘的单位，专门研究一寡会当互咱国家进步发展有帮助的物件。这个是咱存在的意义，所以我今仔特别来看恁最近的研究的结果啊。所以，我借问一下吼，这位阿嬷，你是来甲恁孙面会啊？歹势啦吼，面会吼，咱这边柜台遮有一个大帽仔，迄个戴帽仔，迄个吼，迄个是阮的管理员啊，你明登记一下吼，莫来阮这边啦吼。你是咧靠腰呢？使你一壳咧，你不靠叫我阿嬷，无你是目睭考虑哦。啊，目睭青眉嘛有2个窟啦啦。领我贵咧，无你即摆是咧讲啥？啊，我去西门町安尼行一日哦，规阵拢甲我分科死啊咧，无你即摆叫我阿嬷，我才25岁尔咧，你哪有重点我咧讲？要我受气，我咧特别表咧，好，这位阿嬷，你较冷静的吼，等。啊，咱迄个平朴树伫对，我来无看到。报告组长，是，我今仔日看到平朴树摕一本神秘的笔记本，好，伫遐行来行去，好，甲咱去研究足厉害发明的。好。裴博士，你最近是研究什么物件啊？全出厉害的。绝对不是研究，是研究。研究是。你台语做歹。我跟恁讲，我最近咧研究咱人体，哦，是我朋友，我知伊叫 Andy。 Andy 嘛嘿， Andy 我知。来这上班偌久啊，伊拢无食饭啊，对啊，3家呢。3记就叫你食，你也唔食。人体有真侪奥妙的所在，有真侪神秘的所在，有真侪奇怪的所在。首先头一项，最要紧，我跟你讲，咱人的下颌嘿，永远拄袂着你的手后翘。我一直找袂着这个破解方法。好，你最讲下颌伫遮。唔相信？姑娘啊，冇你试过，你下颌我要对你手后翘，袂个着，你讲记者有差？真正袂使。来，无法度，咱的研究是咧做伙研究的。来，这位同事来，有办法来，你先夹起。安尼个可以啊。咱你孝顺，我袂来，歹势。来你请顿，手后翘拄袂着下颌，你讲吧。好，安尼有恐怖无？哇，来碰我声吹者，哇，一个真好的研究。哦，这个姿势看起来这个心境问题。喂，唔是安尼啊，还有一层嘛真恐怖。咱人的脑部的这个结构无啥共款，倒脑甲正脑。倒边控制正边，正边控制倒边，真侪人无法度倒边正边同齐来控制。九成人做袂到。高成，你遐济，好来，你先来试看嘛。试看觅，倒手前后，倒手前后，一支正手，你正手顶的，对，我看换手就换手，好，较紧的，换手，无法度，做袂到，换手，对，开始。你滚头母来转弯，改转换手。你看一条，咱这个研究所到底发生什么代志？换手。无标准，
啊，少年你看我大无？我你开始换手，你看，莫真满钱啊！相信你的资历上深，应该你做会到。还未开始的，还未开始的，开始。愈较大个，换手，换手，换手。袂歹，虽然讲伊的技力有较低，因为手底嘛，但是反应算袂歹。加款，咱这个偏博士啊，真正是博士博啊，非常的有实验研究的精神啊！大家来甲拍拍啊！啊，即马组长要看恁最近有啥物新的发明呢？报告组长，是，我最近嘛有一个发明，哦啊不，新的发现啦。发现小等，是安怎真恐怖代志，你敢惊出来？系啦，咱去行出来啦。你看，我行出来。是哩，就是讲呢，嘛是甲大脑的反应有关系。哦，啥人讲呢？咱两个人吼来画棍，好，加刀石头纸。干多久打做？不过你你讲啥？你画出来，甲你出出来的棍爱无共款。你不讲，我讲石头。哦，安尼系对，啊，看啥？真新的发明，真新发明。卖催我。好，啊，我迄个左臂。好来，哦，哇，金加多石头，石头。啊，我输啊！哎，我拢毋是出石头。你看就，哦，拢毋是出石头。对对。哦哎，毋过伊赢。安尼，嘿我感觉恁两个套好。哎，无过来一个，过一个过来一个，速度爱较紧的啦，嘿，加多石头，抓就赢呀！你看抓，哇，一声都唔对。所以根据这个现象，你的大脑有问题，你看一下脑壳咧。哦，安尼来练习。迄个上社会甲上少会好无？好来，加多石头，加刀。哎呦，佢这摆速度加紧，预备开始。加多石头抓，抓。你抓我抓，第二摆就唔对，所以迄根本就无遐尔简单，最难的，对不对最难。好，来，大家互相安尼小练习者。练者，大家练者，大家练者，我来做一下记录的，来恁练者好。即咱最脑部分练头，这位内底粉红啊色，你敢会使来者？请教者吼，来来来，继续。拄则伫外口听讲啊，你是阮这个实验室的研究员就对啦。嘿啊，讲你才25岁尔呀，是啊，真正假？真的啦。我跟你讲啦， 25岁呢，你食到什么药啊？哟？我跟你讲啦，我安尼心情吼足欢喜的。啊，我吼暗恋你足久啊，我一直想要看你，我拄只唔只甲迄个秀伟啊讲收尾啊，都无咧，都拢咧困啊，啊，也毋捌咧顾啊。系啊，无啦，我甲讲我25岁，我要来遮甲你学啦。爱相信哦。是啊，哦，系啊，伊目睭吐泪啊，所以你是骗人，啊，要来找你的啦。哎呦，是安尼你哦，即摆是安怎啦？较差不多咧，你这真正是啥的啦？赵康补鳝鱼，安尼，你唔知意思你啊？来讲我神医，还有第二句俗语，请了。大家小练习者来练习者，来练习者。啊，迄个青粉啊，较熟，你唔知使来者。嘿，来，安娜，我拄则伫外口讲你是阮这个是研究员嘛吼，是啊讲你25岁尔。是啊，我甲讲的啊。吼，啊，毋是真正假？我跟你讲啦，煞毋知影吼，我安尼足想要看你的，哦，我暗恋你偌久啊了。啊，我拄则入来吼，我毋知甲迄个秀伟啊讲我25岁尔啦，爱相信。当然嘛相信。
哎呦，伊拄困到目睭吼，爱灰灰安尼啦。哎呦，啊我讲加到足摇摇的，煞唔知。是安尼哦，你这真正是哦，赵康补参加吧？啊，啊，听无啊吼？参加吧。拍婆啊，鼓励着。外口，请。赞成第一句，赵康补善意，举手。两个。哎，等下，伊举手啊！也应对白。好，请。我看免问查甫，你解说就好。好嘞，无我你我甲你讲，我跟你讲，这两句，你有注意到什么共款的所在无？包赵康。赵康包不，是，拢是食的。所所以我甲你讲，食的，拄着食的，该问他我啊都。唔知意思。什么叫你骗去？都唔知啊，我都唔知意思。所以你较介意善意，所以你就无，因为班长因当差神，嘿，我爸在插神意啊吼。唔知意思。唔知。恁两个一定是要赵康补参加吧？诶，我唔知这个意思。哎，蛮容易的。其实这两句真正足歹用的，哎呀，小平啊，你知唔知。拢唔知吼？到底该答是？这个你发明的吧？这是赵康补善意吼，哎，这算传统的俗语啦。哦，不过咱即马咱现代拢知影善意应该拢是用差炒的，啊，这物叫补，补是用两种方式啦，是用讲补番薯，迄是讲甲迄烧头甲砍，迄嘛叫补番薯。啊，若要补溜鱼咧，溜鱼啊放喺火炭的顶头，所以补番薯、补溜鱼拢是补。啊，若灶空就用起豆吼，灶要开始准备来炒，啊，早期可能咱麻较贵。哦，所以赵康补善意就讲，我去补麻啦。啊，其实看起来外形足相共，过善意甲麻是无共款的。所以赵康补善意就是啊烧麻，哦要烧迄只麻，其实是善意啦。嘿，烧麻就讲互相欺骗啊，麻食麻不食，食食不能麻。我知影你要讲你是家人的路嘛。在啊，真是要落嘛。啊，另外是赵康补参甲啊吼，咱头讲赵康补善意是烧麻，啊参甲啊就是四骹啊、水鸡啊，吼，啊若按照这种结果来看，应该是赵康补参甲就是啊烧甲。烧甲哦，两个甲做伙啊，烧甲做伙，所以若照这看起来应该是这2、5岁吼，搞我骗啊，互你入去要看你安尼啊，所以应该是赵康补善意烧麻。那这个对啱啊，就是阮对的，虽然唔知意思，安尼又嘛又对。好，阮对唔对啦？总是了解这两句咱喊你听到的两句俗语。感谢拍波，谢谢。人生作文进出里，这首叫做《猫啊顶功夫》。真侪字吼，咱可能之前拢捌看过啊。但是嘛有迄个第一摆拄到的，我是讲来宾啦吼。阿平啊，系。你试看觅？猫啊吼甲3比8，哈，内行那叫喵喵喵，行到花园，直甜甜现，伫顶啊花，唔知伊咧等待啥物，厝骹鸟啊遐。这厝骹吗？啊，触角鸟啊，雄雄跳落来，鸟啊亲像，这两字有捌写过哦。哦，叫什么？单你讲的是心啊，是啦，心啊跳起来，演一出真水气的空中接杀。你个少年啊，你25年嘛吼，所以有当时较袂准啊，我18。啊，吴敏小姐，麻烦你来遮好无？我今日困呢。猫啊，腰甲3比8，拍婆啊，吼，这个腰你也看出来。哪行哪叫喵喵喵，哎呦，行到花园，
点点，徛伫个顶啊花骹，唔知伊伫个等待啥货。你是这敢会？嘿，啥物？触角的鸟啊，雄雄跳落来，鸟啊，亲像。拄仔在讲呀，诶，雷公，你讲死呐，跳起来，演一出真水开的空中接杀。哦，这个是米，哦，点点米伫个顶啊花骹，顶下花骹到底什么物件？老师，顶仔花就是咱以前竹片仔花，哦会记一个对对，竹片我知我因为咱知，细汉较散吼，嘿，啊，拢也甲板两个伊拉底有花蜜，后壁甜甜的，对对对对对，会当连喺片仔顶头。哎对对所以对，顶仔花就是迄个主华语叫主锦，哦，竹片仔花。竹片啊花嘿，对， 58咧写顶仔花这条歌的时阵吼，伊个一个词吼，去查教保上书店吼，偌顶真的。哦，是，嘿，谢谢，谢谢会啊。谢谢。来，老师是，麻烦你甲阮用一个节奏，互阮处理一下，好不好？好来，这条叫做鸟啊练功夫。猫啊摇甲三比八，哪叫哪行哪叫喵喵喵，行到花园点点蜜伫顶仔花骹，毋知伊咧等待什么，就甲鸟啊雄雄跳落来，猫啊亲像死那跳起来，演一出真水开的空中接杀。这刚才讲迄个五六天迄种的，对啊所以这边用迄个起起角的较困难吼。那尽量啦，这个你才有法度啦，有我无法度。哎，来，谢谢，感好来多谢谢老师。来，节目最后，我请请咱的阮母啊吼，单独念一遍互咱听。啊，母啊，请聊。鸟啊摇甲三比八哎，哪行哪叫喵喵喵，哎行到花园点点厝伫顶啊花骹，毋知伊伫等待什么，触角鸟啊雄雄跳落来，鸟啊亲像死那跳起来，演一出真水开的空中接杀。哎，感谢大家，后尾再继续收看《画山画水画玲珑》。伫这个节目当中，视频学到足侪台语的由来啊，啊，还有台语是啥物意思，啊，还有台语要安怎讲。这个真正是真优质的一个节目。而且，请大家一定要支持这个节目，继续收看这个画山画水画玲珑。希望大家较早甲阮看的，才知影讲咱本土的文化，甲咱的闽南语对倒来，啊，讲到正港的闽南语，啊，希望讲咱有看到人，大家吼斗宣传，互咱的一寡少年人看这个节目，会当学一寡正港的闽南语。感谢您，多谢您，一定要甲阮支持哦，拜托拜托，谢谢。